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国外节，咱搁一遍聚集伫圣殿中间。咱毋是为着要纪念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也毋是为着要庆祝一个传统的节日。咱聚集做伙是要宣告一个改变世界历史，也改变你我命运的事实，就是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。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，这句话虽然这么简单，但是却是咱信仰的中心。咱今日要透过上帝的话，详细来思考这句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灵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能听入你的话，了解你的话，实践你的话。透过今仔日的信息，互阮明白，阮要领受对主来个我的开力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拄则讲，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这句话，听起来真简单，但是伊却是咱的信仰的上界中心，是上界震动人的心，也是上界有气力的宣告。世上无阁有任何代志，比这件代志对咱来讲更加重要，因为伊为咱带来无比大的愿望。但是咱有够想过一件事：如果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这件代志毋是真的，安尼要安怎？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。如果这件代志毋是真的，毋是事实，安尼咱今仔的组织，咱就是咧做一个个别性。咱今仔的组织，对世间上界戆的人，但总是对圣经的见证，对真侪人生命的改变，咱会当看出耶稣基督。真正对世人中国话，所以咱来明白，国话毋是一个过去的信仰，毋单单是过去的信仰，也是咱今日活地的气力，也是咱明仔愿望，也是咱永远活确实的证据。国话至少带来4种气力，第一项。搁我证明一件代志，搁我赢过死亡。替大家讲，咱对出世开始就是迈向死亡，因为根据人的观察，无论什么人，一天一定会拄到死亡，肉体死亡。圣经嘛安尼讲，咱一生的年岁不过70，永驻会当到80。但所得到只是劳苦忧愁，生命转眼消失，咱拢要成做过去。无论你伫世间有偌济成就，做偌济代志，建立偌济事业，有一天咱拢会过去。这就是生命的本质，就是生命的现实。毋管长短，有一天咱拢爱去面对。无一个人会当逃闪死亡的命运。咱最近教会有几场的个别性，大多数你过往的人，拢是真长岁数，拢90几岁，80几岁。非常长岁数，但总是伊嘛是过去。
我毋知大家敢会惊死亡，但是无论你有惊袂惊，咱有一天拢爱面对，因为生命本质就是软弱，就是等待消息。所以人生在世，上界大的痛苦就是有一天我会无去，因为咱对死亡的了解太少了。人总是会想，死了是啥物感觉？还是死了完全无感觉？人总是烦恼，死了我要安怎？我要去叨了？还是死亡代表一切拢消失，一切拢结束？特别是当你挚爱的人死去的时阵，迄种痛苦比家己面对死亡更加痛苦。我想无这款经验的人，无法度了解迄种苦痛甲不安。我老爸过身的时阵，我较教会，我就会当感受到死亡所带来的哀伤。阮爸爸过身的时，有一寡长辈会来探访阮，甲阮安慰，因编造真侪理由甲阮安慰。有诶无共款的信仰的人，甲我讲：你放心，恁爸爸离开恁，是去天顶做官，叫我爱欢喜。我心肝咧想讲，你黑白讲，我教会我就知影，因为我捌见证阮爸爸破病的时阵，我看阮爸爸遐尼听话，伊用任何的办法，拢想要留落来，加陪伴阮一段时间。伊用任何办法，就是要活落来。伊较有可能讲，要为着要去天顶做官离开阮。迄个时阵，死亡带互我的感受，就是永远离别，就是无愿望。后来我信主，我看见伫圣经中间耶稣讲：“搁我在伫我，性命也在伫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的确搁我。既然我的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”这段话是耶稣伫一种情形的面讲的。就是耶稣有在世时阵有一个家庭，甲伊有真好的关系，真亲密的关系，就是马大、马利亚甲列撒罗的家庭。列撒罗死去，耶稣赶去看这个家庭，去探访这个家庭。马大看到耶稣，心肝真艰苦，讲：啊，主啊，你较无爱较早来一点啊！我的小弟已经死4天啊，身躯拢臭啊！你若较早来，检查会当互伊对这个病痛中间得到医治。哎，马大是心中完全无愿望，但是耶稣对伊讲：搁我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要搁我。既然我的信我的人永远袂死，你敢有要信？伊问马大：你敢有要信？马大讲：我信啊，我相信。所以照圣经所讲的，耶稣互列撒罗对死人中搁活，见证这款信念。后来，上帝也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。一个空的坟墓，就是对死亡上界彻底的回应。耶稣的搁活战胜死亡，战胜咱
生命中间上界惊吓的事。第二项，耶稣的讲话，咧显明一件事，显明咱所信的是真的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囝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好的老师，是一个道德的典范，是真好的劣笔，伊传讲真侪信息，讲天国的道理，教训这门徒真实的真理。但是如果伊定的是不确定，一切就结束。安尼伊所有的教導，伊所讲的话，因为伊捌讲过，我要收拾恁永远我要搁再来，我是去是替恁准备所在。伊捌讲过这个话。啊，如果伊若死伫是不确定，就无搁我，安尼这一切拢是假，拢是空的。但是咱看见着第三天，主耶稣基督搁我，空的坟墓，妇人人去迄空的坟墓，看袂到耶稣。天使来讲，为什么伫死人中找活人？伊无伫遮，已经搁我。而且伊个我毋是讲灵魂离开身躯，也是讲温度的幻想。伊是真实行出坟墓，互真侪人看见，互真侪人看见，佮听伊讲话，佮看伊食物件，佮会当摸着伊的身体。圣经见证讲第三日搁我了。因用彼得显现，佮用12使徒显现，然後伊佮一遍用500外個軍隊伊的人顯現，後來伊也用雅各顯現，佮用所有的使徒顯現，最後伊也用我顯現，這是保羅用保羅顯現。所以有遮爾濟見證人，這是歷史的事實。嘛是耶穌基督伊身份上界有力的證明。聖經講，對聖潔的誠信講，因為上帝互伊對世人中個話，用大能顯示伊是上帝的囝。所以耶穌基督對世人中個話，表示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是真神。這對咱來講，偌爾重要，因為伊是真的上帝。所以，咱所信靠耶穌基督的教訓，攏是真的，伊無騙咱。伊每一句所講的話，攏是應允，攏會實現，是值得咱獻身的上帝。第三項，耶穌的講話，毋是過去的歷史，是今仔日咱的力量。保羅伫哥林多前45章講，基督已經對世人中講話，這最困去的人初識的果子，這是和合本。初識的果子是啥物意思？做事的人，伊種水果樹，伊看見有一粒初識的果子，按伊就知。了後就結真濟無共款的果子，規張個果子樹攏會結實累累。所以耶穌對世人中國話表示講，伊毋是一個特例，伊是種保證，就是因為伊國話初識的果子，所以咱所有佇伊內面的人，信靠伊的人，將來也介紹相款，也會國話。會結實累累，有真濟果子。較重要是，即個我的規律，今仔日毋是講咱肉體死了較個我，今仔日即款的規律就是要活佇咱的生命中間。聖經講，伊既然照家己的大能，互基督對世人中個我。也的確照安尼，
互咱遮个卑微身体改变形状，甲荣耀的身体类似。意思是讲，咱会得到这种格外的快乐，甲耶稣基督相款，有迄个能力面对世间所有邪恶的势力。所以，如果你若今仔日你感觉软弱无力、灰心丧志，咱的人生看起来继续无愿望，咱拄着真侪困难，请相信耶稣基督的国话会当改变你。当你被罪所捆绑，国话的能力会当透帮你。当你面对绝望、破病、关系破裂，国话的快乐会当带予你新生命的开始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，你若相信耶稣基督国话的快乐，你对今仔开始都要改变。最后一项，国话互咱带来上界坚定的愿望，就是永远的愿望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安尼宣告讲：希望啊，你的胜利伫叨落？希望啊，你的毒气伫叨落？希望的毒气就是对罪来，罪权势是对法律来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伊互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保罗咧解释讲，上帝互人律法，毋望讲遵守律法的人会当得到活命。但是照保罗看，无一个人会当遵守律法，所以每一个人拢是有罪人嘛。啊，罪人罪的代价就是死嘛。所以死困扰咱所有的人，但总是这个上界大的对敌，耶稣已经将伊打伫骹底。因为耶稣搁我，所以咱毋惊死亡，咱毋惊失去所爱的人，因为咱将来要伫主内底重新见面，咱嘛毋惊今生的苦楚困难，因为将来要得到荣耀，会超越过今生的苦楚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伫遮庆祝过活节，毋是讲相信一个故事，也是等下每一个人领一个卵转去。咱是爱这个国话的主，活踮伫咱的心内。检查咱心中带着真侪重担，对未来感觉无愿望，对家己感觉失望，对失望，对死亡感觉惊吓。请注意听，主耶稣对咱讲的话：我就是国话，我就是活命。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要国我。既然活着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有信这个话无？如果你若相信，请咱做伙大声用下面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你，你的信仰，耶稣基督，相信你的，有他想你和你的信仰的我，我来你从我的信仰到你的手中，有我的能力引导我。我对十当中一种困难，一般一老，我不再来讲话，专是我主我，恐吓主。